好啦，乡亲啊，咱就数来看这个台中市有非法的日租套房，假做是居家检疫替代的住所，伫咧面册拍广告招人客。民众想讲这是合法的场所，就付钱入去住。类似民众检举的个案，这个观光旅游局已经接到17件，其中5件已经来罚款。讲违法的业者若是讲袂听，都会甲因断水断电。啊，讲这个合法的居家检疫的旅馆，有这个认证的标章，嘛伫咧网络顶卖伫咧网络顶来做广告，而且嘛袂来稳装着地址。伫面册找居家检疫住所出现几个连接的所在，一个点入去，内面有真侪住所，房间介绍有分无同款的房型。业者搁伫网页顶面强调讲，有个人专用的套房，有浴巾、有喙暗、有酒精等等的生活用品。因过台中市政府讲，合法的居家检疫住所。未伫网络公开广告无住址的更加可疑。网络上有很多的旅宿他们只留一只手机或者是赖账号，也没有地址也不敢直接告诉你他有没有旅馆业登记证，这个都极有可能是非法的旅宿。伫网络这居家检疫住所，可能就是非法的日租套房。观光旅游局统计，去年接到民众的检举，日租套房受居家检疫的有17件，其中5件已经罚上悬的15000块。记者依照广告电话甲看，您所拨的电话关机中。无人接，记者搁伫广告中一张相片内面发现讲，这敢若是非法的日租套房，伪装做居家检疫替代所的位，敢若伫咧逢甲商圈附近。刚回台湾的吗？对呀。你在做居家检疫是不是？住伫2楼负责人讲，伊是游客，已经住5、6天啊。警察声明讲，伊拄回国伫居家检疫中。这栋大楼并无伫持有合法的居家检疫旅馆的名单内。觉得风险比较高。对，而且这里逢甲那么近，人口那么多，我觉得不适合。会惊无？会啊。市政府已经接到检举，将会随调查，只要确认这间日租套房违法做居家检疫住所，就会甲开单。啊，若口讲袂听，就会断水兼断电。市政府嘛强调讲，台中市目前有25栋合法的居家检疫旅馆，房间绝对有够，呼吁民众回国有需要，唯一的管道就是卡1999，甲市政府申请，千万唔通上网络去找，以免带到违法的检疫住所，造成防疫的问题。